當然，油脂驗出致癌物苯苯比超標，恐下令停工。第四季嘛，國內沙拉油欠貨，目前經濟部已經協調其他業者來增加產量。另外，還查到南投信義興農會委託大港生產的苦茶油苯苯比嘛超標，已經下令落市回收。就是這款由南投信義鄉農會委託中華載原油品公司代理生產的苦茶油，經過農會自主檢驗，驗出致癌物苯苯比超標。衛生局派員前往稽查了後，已經要求所有不合格產品全部攏要落市回收。總共他們有2個批號是有問題的，一個是效期到明年的3月19，另外一批是效期到明年的5月6號。那麼總共的製程呢，生產了971瓶。南投縣衛生局表示，公司間嘛通知產品頂頭的彰化縣衛生局甲台中市衛生局進行後續的處理，而且對7月21日出國內頭一件致癌苦茶油案，問題油廠累積達到9件。食藥署表示，將會甲農業部共同啟動苦茶油業者輔導計劃，佮建議企業指引，互業界參考。19已經佇嘉義舉辦交流會，8月下旬閣會佇宜蘭加開張處。食藥署將與農業部共同啟動苦茶油業者輔導計劃，分析茶籽原料採收、乾燥及壓榨取油的處理程序的風險，考量北部及東部苦茶油業者參與需求，已定於8月27日下午增加辦理宜蘭場次。另外，中壢油脂事件爆發了後，經濟部針對後續沙拉油欠貨，已經協助媒合大統一提供餐飲、罐頭、糕仔餅料等數間業者的需求，嘛透過大堂專案供應43間學校團體飲食的業者，每期所需要的534桶沙拉油。針對中元節以及新學期開學等需要用油的高峰期，經濟部嘛已經設置馬上服務中心，專門媒合協助食品業者順利接新的供應商。記者綜合報道。